念佛上蓮台。宋朝有位持覺禪師，喺佢幼年嘅時候，佢父親就過咗世，佢同佢母親陳氏就去依靠佢舅父。後嚟持覺禪師出家啦，佢一直想要報答親恩，於是就將佢母親接嚟長路寺奉養。唉，住喺寺院都唔知做咩好，個仔又唔同我傾偈，淨係叫我念佛。唉，陳氏非常之煩惱，好多次都想借啲咁同持覺禪師傾偈，但係禪師都避開佢，最後佢只好勉強咁念佛。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念啊念，陳氏就念出咗心得出嚟。而家亦都唔會諗住佢個仔，亦都唔中意傾偈。每日佢都將佛號念出嚟。咦，念佛真係好，以前點解我唔知呢？就係咁樣念佛念咗7年，老婦人果然喺念佛聲中安詳往生。持覺禪師喺呢個時候先同自己講：我身為人哋嘅仔女，總算係盡咗一點孝心啦。後嚟禪師發起蓮花盛會，廣勸大眾，不論出家師父或者在家居士，都嚟同修念佛，同時要求大家自定功課念阿彌陀佛，從100聲增加到1000聲，從1000聲增加到10000聲，並且回向發願往生極樂淨土。法會期間，有一個夜晚，忽然嚟咗個白衣人，相好莊嚴，年紀大約係30左右。佢對住禪師恭敬咁講：我想要加入蓮花會，麻煩師父寫上我嘅名啦。持覺禪師就攞起名簿問佢：你叫咩名啊？白衣人就回答：普惠。禪師就將佢嘅名寫上去。白衣人又講啦：另外都幫我哥哥個名寫上去啦。你哥哥叫咩名啊？普賢。講完之後，呢個人就唔見咗啦。持覺禪師醒嚟之後，先知道啱啱喺夢中見到嘅係普惠菩薩同普賢菩薩兩位大士。持覺禪師嘅蓮花盛會，不單止感應咗兩位聖德，同時遠遠近近嘅人都要嚟呢一度念佛共修，同上蓮台。